你會唔會覺得自己有時候睇嘢嘅角度太過普通、太過平凡啊？你會唔會羨慕一啲人呢？可以喺一啲平凡嘅事物裏面揾到自己嘅觀點，然後講出一啲好獨一無二嘅答案，甚至乎你會唔會懷疑就係點解佢哋做到我做唔到嘅呢？如果你有以上嘅情況嘅話呢，不妨睇一睇今日我所介紹嘅呢一本書。商業精英搶着上的6堂藝術課，作者末永幸部。咁佢係一位日本嘅美術老師啦。佢發現日本嘅美術教育出現咗一個問題，呢個問題就係學校太過着重教學生技術，而忽略咗思考嘅培養啊。所以佢就住呢個問題咧，就寫咗一本關於藝術思考嘅書。咁可能你會問，點解我需要藝術思考呢件事呢？根據書中作者所講啦，其實呢一套思考方式咧，可以幫助你喺冇標準答案嘅世界裏面，去揾到自己嘅觀點，創造屬於自己嘅答案。呢個就係你需要呢套思考嘅原因啦。嗱，就咁講咧就好空泛嘅，不如我舉一個書裡面嘅例子俾大家參考啦。喺19世紀相機出現嘅時候咧，有一班藝術家好擔心自己會被相機取代，因為喺